今年的2022水域游戏体验活动哦，那我们除了一般的规划的一个水域游戏体验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年新增加了台南运河的环河挑战，以及我们的一个四昆生的生态探索。环河运河挑战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比较专业级的自己带桨，带独木舟来我们的运河来报名我们的体验活动，让各位喜爱水域游戏的玩者们哦，然后体验这一个运河的一个美景哦。那因为我们在四昆生的一个生态旅游部分，我们加上了就结合地方的一个生态聚落的一个介绍，以及水域的生态导览部分。那我们借由一个聚落的发展，以及水样，还有以及生态的一个特色哦，利用导览的方式，让游客除了可以随意体验以外，更能够深入的进到我们的社区，了解我们的社区的一个发展历史哦。每年大概1月份配合我们阿伯乐花季的一个活动，结合我们新化在地的一些观光景点的一个旅游哈，可以带动我们新化这边的一个历史文化旅游观光游憩的一个活动。游客都从我们新化老街一路游到我们168的观光景点，然后来到虎头埤这边然后到新化林场，还有我们大坑农场的休闲区那边会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观光旅游。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疫情肆虐的期间，其实我们多到户外走走也是比较健康的，尤其在一些水域活动里面，通常比较不容易造成群聚，因为你看，不管是操舟，不管是这个做其他的活动，都是在水域里面，基本上是人跟人是一定有社交距离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可以放心。那尤其时序要慢慢变热了，那大家这个亲水活动，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防疫工作做得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走出户外走这个参加水域活动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水域活动还是要如常举办。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规划了好几个地方，包括虎头埤啦，包括这个运河旁边运河新站那边，还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天鹅湖这些的，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2022这个水域活动，台南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虽然是文化古都，不过随着半导体产业进驻以及网络科技的进步，台南市政府将要透过5G 台南队的成立，来带动产业的转型，成为智慧新城，甚至迈向全世界。其中5G 研发大楼今仔日嘛正式启用。这栋原本单纯的生物科技大楼，经过市府甲高科技业者合作进驻以后，将是台南第一座包括智慧交通、民生物联网以及水利灾防等重点的5G 研发中心。25号上午，市长吴伟霆甲南科管理局局长等贵宾嘛亲自到场启用，代表台南准备好迎接5G 新时代，带动传统产业数位转型。这个地方不仅有全馆5G 场域还有5G 的环境，还有许许多多的最尖端的这个试验。那我们很感谢今天进驻的还有跟雅旭合作的，跟科管局联手的跟台南市政府并进的各家我们业者。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今天只是中间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进行。那我们希望说接下来能够让台南市除了文化古都、智慧新都能够更加耀眼。再过2年，今年2022年，再过2年2024年，台南市就要庆祝建成400年。我们希望说建成400年的巨大献礼之一，除了找到我们自己过去历史的足迹之外，也看到我们未来发展的新方向。现在这栋大楼转型成南营5G 大楼，结合南科既有先进半导体的优势，
未来布局整个5G以及 Beyond 5G， 甚至是低轨卫星的系统，这些整合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是希望带动整体产业结构的数位转型。我想既有的产业结构，南科现在在市政府的协助之下，其实非常蓬勃的在发展当中，不只是半导体、光电、生技、精密机械、智慧的科技，都在园区蓬勃的在发展当中。会后市长嘛，伊参观专案办公室加客户应用创新研发中心，了解5G 相关的技术，加提升自主软体研发的能力，希望协助更较侪企业转型，加码投资台南。会中市长嘛，指向5G 物件，感受公司用高位置影像来做教育训练的趋势。是你现在指到任何地方，它现在有那个光的棒嘛，然后你就会看到它指到任何地方。它现在要做什么动作？它现在告诉我下个步骤要先检查那个对方，可能要转一下，找一下，它在那个跟你一样在这个光地，对。另外，透过连续和偏乡的中辈时代，透过5G 应用，卖当将血氧、血压等数据从分段，和医生来诊断。开始5G 的应用研发中心，要和5G 台南队全力冲刺。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中嘉宽频三冠农相助青团队伫南园5G 研发大楼启用仪式当中，嘛展示影像分辨系统、侦测人流、甲挂吹烟等等防疫的成果，备受肯定。5G 研发中心的成立，除了是台南赢家智慧新城的指标，其中拥有有线电视优势中嘉宽频，透过稳定的固网线路，嘛是未来5G 发展的基础。所以中嘉宽频三冠王相助车团队持续甲公部门合作，导入5G 的应用设施，特别将影像分辨系统运用伫市中的防疫计划当中，备受肯定。那中嘉宽频、三冠王跟双子星，从前年开始，其实就已经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台南市政府，还有我们的这个国网中心做5G 测试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哈。那在今天呢，终于有一个成果的展现。那所以在未来呢，双子星跟三冠网有线电视，我们绵密的网络，还有我们稳定的传输速度，也会继续来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还有国网中心，在未来后面我们继续来做5G 的一些研发，那让台南市变得更加的科技化。透过有线电视的一个网络，不管在偏乡或市区，其实这个网络的韧性得以被检证。那么台南市政府也跟我们3家有线电视业者合作，在台南60个市场里面设置了这个有关于防疫宣导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那这个设置里面呢，透过人流的监控跟扩音器的部分来做防疫的宣导，检测大家是否这个人流是否众多，是否有戴口罩，会有其他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那我想台南市政府愿意跟我们这么多大的厂商，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大家提供出更新的科技，来针对 PPP 公共建设服务的部分，一起来努力。赶快社会小型企业创新研发，也是 SBIR 计划支持，也个运用4K 高位置影音加人工智慧，会当确定面包发酵进行，大大节省人力。那用 4K 高画质的影像，将这个发酵面团的照片给传到 AI 的辨识引擎去做智慧化的这种自动判断，所以可以加速这个发酵的判断，减少人力的消耗。好，那因为 4K 的画质的影片非常的大，所以如果用传统的4G 网络，大家可以看到传一张影片就要花7.7秒钟。但是如果是用5G 专网，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它的大频宽、低延迟的威力，可以用0.68秒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高画质的 AI 的这个发酵影片的一个传输跟辨识。所以5G 专网对于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管是任何一个民生产业或者是制造业的这个数位转型，它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这样。5G 研发大楼串联南科，并展现 SBIR 计划成果，吸引中嘉宽频等侪企业投资，共同为5G 台南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
儿童疫苗预约注射第一天，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桂林区的德安诊所，关心儿童注射的状况。市长嘛呼吁，家长会当透过台南注疫苗平台做预约，在恢复上课以后，也会当安排到学校注射，让学生会当量早得到保护力。最近全国有真侪儿童确诊了转为重症的个案。24号，台南市收到 BNT 的疫苗，并伫咧25号伫相关的医疗院所开始进行儿童的预约施打。市长委托嘛特别前往桂林区的德安诊所，亲自关心儿童头一天接种的状况。我们今天特别来这个归仁这边来看第一天这个孩子开始施打疫苗。我们看到现场这个诊所的量能都已经填满了，他总共早上有40剂的疫苗，那这孩子都已经父母亲就带孩子来施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有疫苗一定打得到那我们现在的疫苗的供应是充裕的，不管是莫德纳，不管是辉瑞都有。那这个只要上网去登记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说要到校施打，等到我们恢复实体上课之后，就可以到校施打。那个家长所签的同意书不会浪费掉，也没有白做工所以大家请放心这个部分第一个量能够，第二个我们台南市还有疫苗预约的平台已经是手续简便许多。第三个实体跟这个到校施打跟这个医院施打都有，所以请大家放心。另外，按照卫生福利部的建议，两剂疫苗接种至少要相隔28天，甲接种的时间越长，会当帮助提升免疫力，嘛会当降低心肌炎佮心包膜炎的发生率。建议儿童两剂疫苗接种相隔上好是12个礼拜为原则上好。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针对年底大选，台南地检署25号成立查察贿选反暴力小组，结合检察署、警方、调查局以及市府政风处等的单位，将会针对贿选等犯罪进行调查，防止不法的事件介入选举。9合1选举将伫咧年底登场。台南地检署25日成立查贿反暴力小组，由新任检察长朱家琪主持揭牌仪式。检察署、警方、调查局甲政府人员共同宣誓，将会积极查查贿选，防治暴力、假消息甲境外资金等不法手段介入选举，以维护选举的公平。选举期间，老百姓特别关心我们侦查机关能够好好的把关，不要让违法乱纪的事情，比如假信息，比如赌盘，比如暴力，这种不法行为来干扰选举，也不要让金钱不当的介入选举，影响影响选举的结果。所以，选举查查是我们侦查机关最重要的任务。那以后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刻？因为部里会针对我们各地的状况跟各界的反应，来订定我们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作为我们查查的准则。查贿小组成立了后，相关单位随即伫台南地检署召开选举查贿会议，强调将会贯彻端正选风，杜绝不法，严守行政中立，甲执法公正，来办理选举查查。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愈严重，资讯的落差就愈大，加上各种政治力、甲商业的利益影响，不时传出假消息，所以中嘉宽频3冠龙上主持团队持续巡回社区来宣传媒体适度的观念。伫东安社区，就去因济长辈真拢听讲，场面相当的热烈。
我们常说眼见为凭，有图有真相。不过在传播科技推陈出新的新媒体时代，即便看到影像、听到声音，也未必全都是事实。所以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团队持续和市立医院的健康促进课程结合，巡回社区宣导媒体识读。20号下午于东安社区活动中心邀请许多长辈来听讲座。会中，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在疫情假消息充斥之际，千万不要让媒体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有批判思考能力，永远抱持怀疑，并呼吁查证勿转发。咱这个社会其实有足侪类似像这款假物件，然后它一直在市面上流传。那大家要哪去判断？家己要有一个。这个方法，看了物件唔通第一时间像我母啊，就是定定安尼吼。我母啊差不多，我母啊是80岁啊，伊嘛足够用手机啊，号码是会甲我来，就甲透早就甲我传讲，啥物物件你著爱食，啥物物件你著爱看。有时候我觉得说，这到底是对啊唔对？我嘛爱经过判断，但是可能有诶较济岁，伊较无即款这个训练，伊突然间看到，感觉讲哦，这足重要，我要紧甲我囡仔讲，我保护我囡仔安全，好意。但是有当时它都有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判断。第一类就是讲，伊到底有写伊的来源，还是这个写出来这个人是什么人？咱有熟悉无？这第一个可以去判断。第二个，他是不是透过可靠的来源来的？譬如说，猫猫官网，固然来讲，咱迄个起立大的美伊的官网发出来的，总没有唔对吧？为让社区长辈可以融入课程，陈总经理全程以台语亲切的口吻，加上有奖征答的互动，确实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希望大家都成为媒体素养的尖兵，来帮忙宣传。今仔日上的这节课吼，咱对咱这银发族的啦，这长辈时代有真大的帮助。尤其这款假新闻，即马伫这个社会非常济就对啦。大家会当互伊有一点概念，会当较识去认识讲，这判断讲这是真的，还是假，袂使黑白去宣传，还是黑白传来，还是传其他的管道去讲给别人听。我们在还没有分辨是不是消息的时候，我们要停看听，然后呢，从各方去做查证。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那个中嘉这个媒体的那个陈总经理来跟我们上这个课，让我们这些长辈都能够借由这个常现在这个 LINE 是一个大家很常用的一个软体，所以那个。可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说什么样的消息我们才可以相信，什么样的消息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转发这样子。一起对抗假消息，赞！记者郭文吉、李银庚台南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生物医学甲美容保健科的科馆，25号甲白启用，将伫9月份迎接第一届新生。而且学校佮特别聘请爱尔利医疗集团的董事长常如山来担任顾问，佮甲多间医美诊所、美容美体中心合作，提供学生上好的实习就业的环境。请揭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上新成立的生医甲美容保健科馆，就伫咧5月25号正式甲牌启用，由校长孙义明。董事长郑启瑞、董事叶明勇、医术学院院长杨玉玲、系主任张文腾、爱尔利医疗集团董事长常如山、创办人刘真华、执行长刘怡轩等贵宾共同出席揭幕，象征生物医学以及美容保健科正式加入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行列。我们学校的医学美容科正式要揭牌成立，然后开始招生。那更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厂商尤其是像刚刚的爱尔利的这个集团它对我们的一个照顾那因为它真的是软硬体都是全国第一名最棒的了包括在硬体上，我想在医美这一块应该没有能够超越它了。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软实力的部分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一些资讯媒体或者是一些平面媒体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集团它对于在弱势的照顾，
然后对我们警消的一个照顾的部分，真的是在全国又是一个第一名。甲拜登的一天，长期投入关怀弱势救助的爱尔利医疗集团，特别捐赠200万弱势奖助学金，并答应后续移拨医美检测等仪器，丰富系管的设备，增加学生事务操作练习，身心宜故，行为活动加添温馨。我们的捐赠的这个都市团体，那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学生。我们每年都在做，针对各个学校偏远，包含到这个很偏远的学校，都有去做一些协助。那因为中华商很多的渊源啊，因为我在这个基本上在这边已经待5年了，在中华医专。那我们总经理创办人也是中华医师大学毕业的校友一个校友，所以这么亲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全力协助学校所有的发展。爱尔利医疗集团创办人刘振华本身就是华医校友，伊真感谢学校当初的栽培，才会有今仔日的伊。真欢喜会当有回馈母校机会，也希望学校会当培育更侪优秀的学子。就把这个感恩的心来谢谢我们中华医科大对于我的培育那我有这个能力呢，能够在这个领域上呢有一些好的发展。那当然，我们刚刚常总有讲了讲了一些我们想讲的话了。所以呢，最后呢，我就也祝福呢，我们中华医科大呢，将来能够培育更多优秀的一些杰出的人才。5专学者中华医大生物医学甲美容保健科，今年正式对外招收新生50名。主任张文腾表示，为提升学生毕业后的职场竞争优势，在课程规划上以化妆品应用、医学美容保健、美容美体甲芳疗、彩妆造型甲时尚设计、语言甲妆品事业管理等等，并会邀请业界名师，也即是指标产业担任顾问以及实务技能师资，并会伫学生专午时阵安排因到合作单位做有薪水实习，甲业界无缝接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华公有文教协会回馈社会，捐赠超过100万的医疗救护器材，伫市府消防局广场进行捐赠。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同时也回赠感谢状来表扬。因应疫情波量增加，中华公有文教协会感受到医疗量能的欠缺，所以透过协会全体共同捐赠台南市政府消防局101.8千块的救护医疗器材。24号下晡伫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办理捐赠仪式。消防局这些同仁，我们各位同仁也很努力，外界也很帮忙。救护车的捐赠，现在已经都很多人在捐赠救护车，捐赠消防车，小型消防车，捐赠一些设备，那都很多。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强友会能够大力相助，这个我相信在第一线的救护车同仁，急难抢险都很有帮助。而且我们现在消防那个救护车有几部81部的。61部消防车，每一部都有12导程心电图，光是这个12导程心电图就可以帮助消防队员在第一时间抢救回来非常多位的欧卡的病患。市长委托感谢协会，保持着出资社会、用资社会的精神，感谢民间团体的诚心，透过大家努力，共同来让台南更好，成为友善适合生活的好城市。那这些12导程心电图都是社会所捐赠的，那我相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管是 Q 安妮，不管是猴头是显像镜组，都对于我们消防员的一个救灾抢险、救人性命有起了莫大的帮忙。适当的东西、适当的物资、适当的仪器交到会使用的人的手上，民众上能够把我们民众的生命安全、健康给把关，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弟兄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说，非常荣幸，消防会一直有这个机会，就是在健康这边的把它做好。消防局嘛感谢协会的捐赠，这摆所捐赠的医疗器材会当用伫咧执行到病院进前的紧急救护工作，期待未来会当发挥更大的救护功能，提供更好的救护品质来保障市民的安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